来继续来做运动。哎呀，的前几日搞太假系放松我们的肌筋膜，也仲会做太假，接着有看到运动的人就会带动一记。好，其实做嘛嘅用嘅呢？其实佢係放鬆我們的肌筋膜，哈，筋膜都奈呢，筋膜就到人家就會，人家就會肉同人家就會皮，哈，我們的脂肪中間那一層膜，哈，人家就用一種嘅滾筒，佢俾人帶太架來。不用松，人家就會上半身，好，我們整個手臂，好，然後跟我們的上背，好，壓下疼，太嘎疼的，老師用它來聽筒，哈，那雙手呢，我們先撐在我們的滾筒上面，好，這個呢是按壓我們的心包經，好，天使啊，還有邊發時事件，太嘎有喊，哈。莫滾筒嘅話，咩做用擀麵棍吼，莫給動重吼，給動通動硬啊吼，然後用較軟呢，吼，按嚟滾，吼，滾我們的心包經，好，因為要得會數差不多，好，因為我們從遠端，然後慢慢地滾向我們自己的近端，好，也做也要得會，好，心包經嘅部分，好，從前面。好，最好呢，從我們的手指頭就直接滾到我們的手肘。好，調整呼吸。好，用人家等位體重，好，去慢慢滾。好，不用數。好，滾完之後呢，人家的做的用左右，好，一節一節，好，一節一節的去滾，左右，好，好，慢慢的。嘿，你吃到啊那一家店哦，特别痛啊，特别痛啊，哈，还有一些筋节就给到给到位，你就可以特别针对给到位的地方，然后给放松开来，哈，这在中医就是所谓的哈筋膜，哈筋膜来你的气节，然后给不用松脱起，哈，好压到嘿人家就会哈前臂，好，都还要压到位呢。我们的手背前面这个地方，每周用人家的位姿势改變，好，去老人家的位上手臂，好，然後佢不用強鬆落，差唔多，好，做5擺，好，咪強用左右一節一節，從遠端慢慢到近端，等候哦，好。做特人家的了弯片，好，弯片吃看呢，好，一樣從遠端慢慢的帶到近端去，好，再一擺，等候哦。自己去感覺一下哈，一面走一面感覺，樹哈暖暖的，很舒服。好，再一節一節，慢慢的按，人家就會數哈動到，做人家的穴道哈，從牙到尾也是手三里穴，哦，牙按剛好這時候，哎呦，有一些酸軟，好，所以你就可以多去按壓哈，哦，酸酸的地方可以多次按壓，好。也還之後，人家就會上手臂，哈，我們的前手臂的部分，哈，再來呢，人家就來按我們，好，我們的上手臂，拜拜蝴蝶袖這個地方，好，那我們也是用身體，哈，一片一片走，哈，人家就先側面，然後要的數，慢慢的壓下去，到我們的腋下。好，腋下呢有腋前筋跟腋後筋，人家就慢慢的轉。好，一開始先放鬆，好，人家的身體慢慢的不用下來。哦，好酸哦，好，慢慢放鬆，哦，會很有感覺哈。尤其啊，也係那個心臟啊，哈，心臟係冇好嘅人呐，當然係留佢順一下。好，唔會吃到，身體有變較爽快哈，人個心臟咪會變較健康哦哈。好，
这个是我们的心包经。好，要强用，哎呀的从远端一节一节左右，等候哦，一节一节，哇，好酸哦，好去放松。好，有筋结的地方特别去按压，然后耶荡狗，再一节一节的，好左右，哇，超酸的，好扣肩，很多的去倾听你的身体，好，譬如说很紧绷，你就知道说最近也较痛哦，所以你就可以让自己再多放松一点点。好，这个是我们的腋下的，好，我们的心包经的部分。好，一面走，一面调整呼吸。从来都好搞死啦，搞太嘎走呀。很多人就会哀哀叫，为什么？因为阿是穴请到诶，懂酸痛讲慢慢的去走啊，其实按不得动好衰啊，无做给走退了，隔天身体整个神清气爽所以也做黑也得为肌筋膜有还爱锻炼好，右片走退也得往左片好，我会吃到两片可能有些人冇强用要强用从远端慢慢到近端去，安尼不用强松，一节一节去滚，差不多5摆。好，一面走一面调整呼吸，等候哦，左腿左右，好，由内往外，由外往内，然后慢慢的从远端慢慢到近心端，哇，好酸好酸的地方多按几下。好，可以的话，我们的腋下淋巴结的地方，等候哦。哇，好酸哦！去讲过，有的人怎么问讲？右片同左片无强用呢？无强用无错，所以呢，就会身体你自己去察觉一下。就平常做事用右片，也用左片，全部注意有可能的好，很好，这是到腋下淋巴结的部分。哇，好酸，等候哦，很酸的地方你要多按几下，好，但是呢，真正动痛的话就无勉强他动痛的话呢，唔在意按，听讲你会吃到器官用无强黑青了，那这个就要很小心好，再慢慢的，很好。然后呢，现在呢，慢慢的侧面到我们上背部，我们的手这样扶着，直接按压上背，调整呼吸。尤其就有练就会松上背的人，他的肌肉尤其平常时就会背喏会背鼓鼓的，也按会吃到动松快好，然后一样慢慢的左右，好，再带一下腋下淋巴慢慢移动我们的身体。好，走就知道，懂很舒服。好，再来换边也来做一下我们的腋下淋巴之后的上背部好，强用你的手放在耳朵上面，然后在腋下的地方往左往右，很好，调整呼吸，然后慢慢的滚，往左往右。哇，好酸哦！好，这里都是我们的经络走过的行气的地方调整呼吸，一面走其实你的身体就像不用去买一台不是买按摩器你出家用个身体，你身体就会热热暖暖的很舒服。
这样一节一节的，再慢慢的转，很舒服哦哈。好，这就是我们整个上背我们的手臂整个心包经的按压。好，那如果可以的话呢，那我们就整个身体，做太个哈，然后就平躺下来，老压到 V， 上背撑住，然后往上往下。好，然后呢，慢慢的放轻松。做做到压到 V， 你就不用强松一下。好，今日俺要的做放轻松的肌筋膜，做到压到 V， 大家有限，爱多不卡多多练习哦。